大家好啊！前幾次咧集中介紹幾個新樓盤，今次咧就想集中介紹一個地區啊。北部都會區重點發展就係洪水橋啦。因為大家睇我嘅影片都知啦，我嘅影片每一條咧都係好短嘅，3至5分鐘左右，唔係好長，所以咧相信今次嘅話題咧就要用幾條影片先至講得完啦。除咗介紹洪水橋咧，我都希望同大家一齊揾下資料，分析下洪水橋鐵路站嘅位置，希望幫到大家更加了解呢個地方啦。首先咧，我略介紹一下洪水橋呢個名點樣嚟嘅先。洪水橋係香港新界元朗嘅小型鄉鎮啊，位於屏山西南面同埋屯門區嘅中屋村之間。洪水橋原名咧就係叫洪水橋，紅色個洪，洪水橋建於洪水河支流之上。呢個支流傳統係同元朗同埋屯門分界線嚟嘅，但係現時因為18區分界嘅原因，大部分地區咧都係歸屬於元朗區嘅下村鄉噶啦。洪水橋嘅名咧由來有兩個講法喎。第一咧就係相傳元朗橫州喺明朝嘅時候，當地有一個無惡不作嘅土豪叫做無家三虎。後嚟屏山鄧族有一個成員向朝廷上書之後咧，由朝廷發兵下旨誅九族，喺官兵圍攻之下，無家一族逃到丹桂村一帶後，被官兵追上而被殺。無族族人嘅血將溪水染紅，自此呢個溪澗呢就叫做洪水坑，下游嘅橋咧就變咗洪水橋，後嚟轉寫為而家嘅洪水個洪啦，洪水橋呢個寫法。另外仲有一個講法就係洪水河發源於洪水山，山上嘅泥土係偏紅色嘅，導致河水都染向紅色，所以就稱為洪水河。後嚟傳言太多啦，就改名成為洪水個洪，叫做洪水河啦。咁邊個傳言先啱呢？咁就大家去估下啦。介紹完洪水橋嘅來源之後啦，我之前都有講過，我會一連幾集講洪水橋嘅。咁我都會集中介紹洪芳村同埋洪水橋呢兩個輕鐵站附近嘅屋苑同埋環境俾大家了解。首先介紹洪芳村，由元朗輕鐵站搭6個站咧就可以去到洪芳村。一落車對面咧就係地庭居，呢個位置咧屋苑唔算太多，商場亦欠奉，但係門口咧就有輕鐵站，十分方便，仲有不少嘅巴士往落港九新界啊。另外3分鐘咧左右就可以行到另一個屋苑駿庭苑，之前就叫南平匯嘅樓齡新啦，有分層同埋獨立屋，而且附近咧仲有一個屋苑就叫做娉婷，但我呢條片咧就拍唔到啦，就喺駿康園附近嘅啫。咁我下一條片咧，我就想介紹一下駿康園嘅獨立屋。駿康園咧有分層同埋獨立屋嘅，分層就已經賣晒噶啦。咁而獨立屋咧就仲賣緊嘅。如果大家對獨立屋有興趣嘅話咧，就唔好錯過啦。我呢個頻道咧係一條冇流量嘅頻道啊。如果大家睇到我呢條片嘅最後睇到我呢段說話嘅話呢，不妨俾個讚好我啊，留翻10零字嘅留言，同埋幫我分享出去，我就感激不盡啦。